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客棧，哈哈好點。今日我同大家講台灣嘅客家人，講到台灣嘅客家人，年頭可能當做到做得老好嚟人做朋友，唔過大部分時間冇乜嘅客家人會講自家嘅客家人。1683年，中國太清國政府派使郎用天長角讓台灣嘅長時政權腳走過後，就自家展開治理嘅工作。唔過因為將台灣變做反清復明嘅基地，所以長時政權治理下嘅漢人又本人腳轉中國原鄉，漢人想再過來台灣，都會經過嚴格嘅審查，然後條件限制。使郎知道廣東潮州匪族嘅漢人好壞，可能還會再去做海賊，故所以一開始就禁止佢哋來台灣，就可以當有名嘅土台禁令。一條中國沿海各省搬來嘅移民，並沒有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一家親，點都可以滾熱的強大必備。因為一條移民還有年鄉菜刀腳頭滿天飛嘅習慣，也就被人當家傳統嘅閩粵寫道。左邊嘅門係來自福建省嘅移民代表處，右邊嘅岳仙樹係來自廣東嘅移民。每歐也兩群四寶幣，就喺台灣前主要嘅兩群移民。而被廣東嘅客家人，大部分都係來自廣東嘅移民，一條移民蹦來到台灣，忘記咗啲中國嘅習慣，科技考試還係幾日都是爆發過後大嘴股嘅話題。台灣離福建省開權，就本歸屬於福建嘅行政區域，故所來台灣參加科技嘅行業，都係本福建來嘅移民。唔過台灣又唔單止係福建省嘅移民，廣東嘅移民咩當到啊？關於廣東移民，爭取再爭取，政府當本名額送房，有自家嘅考試行業。唔過廣東來嘅人，明明清清楚楚就做嚟參加我些行業嘅科技考試，而同時又開啲台灣，然後做些提嘅雙重認證，就做哋啲屬於福建省嘅台灣參加我些行業嘅科技考試，也就可以做乜嘅多一下客家人，還有對手做些堂後嘅原因。印傳堂、寶珠堂、西南堂。一項本名額考試本考慮嘅政策，雖然短期分嘅雙方嘅對立，不過每本來有得明顯嘅名額升息期分，有帶一檔制度的分類帽，名人在左邊，粵人在右邊，也每本名額之間嘅界線老對立，見來見巧，前時見來見到。本來的中國就有海盜習慣，一路輕巧打到台灣來。一條海盜表面看來係兩隻城市嘅對抗，不過實際上係用語言來做促權劃分嘅方式。你是唔是咱的人啊？是啊，唔係自家人麼？係啊。貴州武林就變做講河洛話到客家話嘅群俠大決戰，也因利用語言做劃分，設定原本我是講河洛話嘅潮汕人，就去講河洛話嘅閩清人，所以閩是講客家話嘅田族人，未離開閩清人，就都講客家話嘅岳清人。按樣走來走去嘅結果，是的閩岳本來看來係城市嘅衝突，天天嚟就變做用文化來欺負嘅衝突。佢一種啲文化同語言行嘅外人認同，到今本日就天天變做客家規則族群嘅認同。嘰里呱啦講到呀，其實台灣客家嘅形成還有當到多元化嘅因素。韓國唔係每個客家人都認同同化詞，每個客家人都把移民呀係個啲文化太不同嘅小 party。好的，給人客家人嘅文化都帶有乜嘅神奇嘅東西呢？客棧，哈哈好點，下一拜再來講嘍，拜拜。原來台灣的客家人也是這樣一圈而來的呀。正所謂不打不相識嘛。沒錯，神勇妹啊，要來打假模啊，打什麼打？你是說我要來演假模？沒錯啦，就是這樣啦，我來玩假模啊。你嘅客家話先好好咁講吧。